来看一个较轻松的画面，日月潭一年四季拢有无共款的面貌，尤其是寒天时的潭边，对咧有美丽湖光山色，也有规大片的落雨前的美景，有红有黄，烧塔做伙色彩呢，无论是散步还是骑脚踏车，拢有无共款的感受。 随气温变化，日月潭的路上已经开始转红，配合宽潭步道四周围风景，不论是骑铁皮，或者是步行，拢是真好的选择。 最近落羽松也成为我们另外一个秘境哦。有家族骑铁马旅游，毛边将亲子散步运通，尤其是水小码头到向山游客中心这段，游客讲风景真水，看到到地心情真轻松。日月潭的风景本来就很好了，配上这个落羽松，应该是蛮有看头的。来到日月潭旅游，会当住大门店，摆当住民宿，另外有介绍真实的轮椅区，享受日月潭的大自然气氛，饮一杯红茶或者是咖啡，心情都逍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